車路士對熱刺，大家最深刻係邊一幕呢？係熱刺喺車路士手上奪得佢哋暫時最後一個冠軍，定係2016年夏薩特喺史丹福橋對熱刺入咗球世界波呢，令到熱刺失去爭標嘅希望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LC 夢工場足球。英超首回合熱刺主場3-4不敵車路士，而嚟緊4月4號星期五，香港時間凌晨3點將會再次上起倫敦打比戰，車路士主場將會喺史丹福球場迎戰熱刺。以下我哋將會分析一下車路士同熱刺兩隊嘅近況，對碰往績球員對比，同埋我哋呢場比賽估計嘅比數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主隊嘅車路士先啦。主隊車路士咧近況上咧都係幾唔穩定啊。雖然佢哋咧係4-0能夠擊敗到修咸頓嘅，但係咧佢哋亦都係作客分別係輸過俾維拉2-1啦，以及係作客阿仙奴係輸咗俾佢1-0嘅。佢哋主場方面咧，更加咧係贏過哥本哈根1-0，以及李斯特城1-0㗎，同埋亦都係大勝過修咸頓4-0嘅。係啊，睇翻佢哋主場同埋作客係好大分別嘅，即係作客佢哋就可以連輸3場啦，但係主場方面咧，佢哋就係近3場都係連勝嘅，所以佢哋真係好反覆啊嗰個成績。好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佢哋車路士暫時係排喺第4嘅。咁近5場聯賽咧，佢哋係只係錄得2勝3負嘅啫。而呢5場裏面，佢哋雖然係對過阿仙奴但係暫時都能夠以49分排喺第4嘅，係暫時領前後面嘅48分嘅曼城啦，47分嘅紐卡素以及係白禮頓嘅。咁然之後啦，見到後面其實爭住歐聯資格都仲有係般尼茅夫、富咸以及維拉嘅，亦都係有機會同車路士去鬥下嘅。係啊，所以呢一場呢，只要車路士輸或者和比熱刺呢，基本上都係好大危機嘅。即係如果佢哋和咗攞1分，或者輸咗攞0分嘅話呢，曼城啊、紐卡素呢啲有實力去贏波嘅球隊呢，都係相信佢哋可以反撲去攞第4啦，同埋去搶住呢個歐聯嘅資格㗎。我哋呢個時候亦都係睇下暫時而家呢刻啦，呢對住熱刺嘅比賽有機會係因為傷而冇得出嘅球員啊。喺呢個車路士嘅傷兵名單呢，暫時有7個球員啦。咁主力球員方面呢，有科芬拿啦、尼高拉斯積遜啦、馬道基同埋高爾彭馬喎。咁高爾彭馬呢，喺3月15嘅時候呢，就因為大腿嘅拉傷而退出咗英格蘭嘅大選名單喎。同埋外界預計佢嘅復出期係4月3號喎，所以佢就應該唔會喺呢場比賽出到㗎啦。好啦，我哋睇完車路士之後，亦都睇下作客嚟到史丹福球場啊。好啦，咁睇翻熱刺方面，佢哋相對車路士嘅成績更加飄忽，近3場1和2負，但係再之前嗰3場係3連勝。佢哋近3場輸俾富咸2-0，和咗般尼茅夫2-2，同埋輸咗俾曼城1-0。而見到啦，近5場所睇啦，佢哋係對住比較強，即係今季比較強嘅球隊咧，係輸同埋和嘅。相反咧，係面對住喺比較聯賽榜嘅榜尾啲嘅球隊咧，係能夠贏波嘅。但係相反呢場比賽，佢哋係要對住車路士啊，但喺賽前亦都唔被睇好㗎。而喺歐戰方面咧，佢哋係分別1-0係輸咗俾阿爾克馬爾，同埋咧係次回合反勝翻3-1，主場贏波能夠擊敗咗阿爾克馬爾，總比數以3-2能夠殺8強㗎。而熱刺方面啦，佢哋今季聯賽杯、足總杯都係分別已經係出咗局之後啦，根本上係得翻聯賽同埋歐亞杯㗎。但係聯賽方面未能衝擊一啲歐戰資格嘅話咧，咁好大機會咧，歐亞杯係佢哋嘅最後一條出路啊！
係啊，睇到熱刺佢哋其實喺今季英超係入到55球㗎，佢哋嘅入球數字係同曼城一樣，佢哋嘅入球數字更加係多過諾定咸森林啦、阿仙奴同埋車路士㗎。但係相反睇翻佢哋嘅失球數字，佢哋失波係失咗43球，係失得仲多過曼聯啦、愛華頓啦呢啲嘅球隊啊。熱刺方面，今季點解會排得咁下咧？都好大可能係因為傷兵嘅問題啦。當然啦，教練亦都有唔少嘅問題，但係可以話傷兵方面熱刺真係非常之多㗎。咁我哋呢個時候亦都睇一睇今場比賽啊，對住傷兵嘅問題啦。喺熱刺今場比賽出唔到嘅球員有列查利臣啦、古路石斯基、丹素呢啲嘅球員啊。古路石斯基更加係熱刺今季進攻嘅支點，佢咧就預計係4月3號先會出翻，而熱刺冇咗佢咧，相對上喺進攻方面亦都會大壓力咗啦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呢刻就睇一睇兩邊嘅對碰王敵啊。而熱刺對車路士近6場咧，車路士都係能夠5場不敗啊。車路士喺5場不敗，更加淨係和咗熱刺1次啊。咁熱刺咧就係、近3場咧嘅2場入邊，主場都係失咗4球啊，對住車路士。而熱刺冇輸俾車路士咧，就係、贏咗車路士2-0同埋2-2和到車路士啊。而睇翻啦，今季方面車路士嘅場均入球咧係1.83，而熱刺咧係更高喎，場均入球係有1.9球喎，所以預計呢場比賽都未必會係一個細比數嘅一場比賽，可能都會有兩邊都有機會有入波㗎。而但係兩邊嘅失球數咧，車路士平均一場係有1.28，而熱刺方面咧場均失波係1.48嘅。而兩隊咧今季咧係暫時得6場嘅0失球嘅啫，而兩隊加埋嘅話咧，高爾爬馬咧係暫時14球會係入得最多波嘅，熱刺同車路士嚟計。而熱刺最後一次喺史丹福球場嘅英超贏波咧，就係、要數到去2018年嘅4月1號啊。2018年4月1號，熱刺憑住阿里嘅2個入球同埋艾力神嘅1個入球，成功擊敗到車路士啊！而當時正選陣容嘅球員呢，而家只係剩翻孫興文同埋賓大維斯喺熱刺啊！呢一場嘅比賽已經係講緊係7年前嘅事啊！呢7年裏面，熱刺都未能喺史丹福橋球場係贏波㗎，所以估計呢場比賽如果熱刺想打破呢個詛咒，真係有啲難度喎。再加上佢哋嘅傷兵困擾等等，能唔能夠喺呢場比賽裏面打破詛咒咧？係啊，我哋可以見到熱刺要贏得呢場比賽係相當之困難啦。加上熱刺嘅主帥奧普咧，就係嘅帥位係岌岌可危啦。佢咧應該如果呢場贏唔到咧，就可能會俾人炒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先睇睇熱刺同埋車路士近呢一季嘅數據嘅對比啊。見到啦，孫興文咧今季暫時係有9個助攻嘅，相比高爾爬馬咧係多3個嘅，爬馬亦都有6個助攻啦。而安素凡迪斯有5個助攻，而賓倫莊信方面咧今季暫時熱刺嘅神射手，射下9個波，而尼高拉的信今季嘅狀態咧係明顯好咗㗎，亦都有9個波。高爾爬馬繼續係有14個波，而可以睇到啦，今季比賽車路士打得好嘅，亦都仲有係差斯道㗎。佢今季嘅 tackle 數據已經係達到84球㗎啦。而我哋而家亦都就估下個比數先。咁我就覺得熱刺對車路士今場車路士主場啦，雖然，但係佢哋嘅高爾爬馬呢啲主力嘅進攻球員都係傷咗，未能夠復出啊。相反，熱刺咧羅美路啊、雲迪芬、域卡利奧呢啲主力嘅防守球員咧，都係會出翻啊今場。
所以我覺得咧熱刺未必會失好多球，同埋加上熱刺麥迪臣啊、孫興文呢啲蘇蘭基呢啲球員咧，佢哋都係有能力去為熱刺入波啊，所以我覺得車路士同熱刺最終會係2-2打和嘅。咁你覺得會點呢？而我咧就估計車路士今場比賽能夠以3-1啊係能夠勝出㗎。由於熱刺已經係7年冇喺史丹福橋球場贏過波啦，我亦都係繼續估車路士又能夠喺史丹福橋主場贏波。而近況上啦，車路士的確喺主場已經係4連勝㗎啦。如果贏埋呢場就會更加係5連勝啊主場。而熱刺方面，所有後防線咧都係啱啱先傷完喎，我估計咧後防亦都會隨時有1-2下嘅甩漏，俾到車路士今場比賽有機會打前線嘅尼江古係能夠執到雞㗎。而唔知咁多位觀眾認為呢場嘅比賽會係咩比數結束咧？歡迎留言分享俾我哋聽。咁我哋今日條片亦都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留言啦。我哋下次見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拜拜。